启文65篇，启示录21章。我有看见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因为前的天、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嘛无去。我阁看见圣城、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，亲像新娘装她好势，要迎接丈夫。我阁听见有大一声对宝座发出讲：看，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，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，因要做伊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伊要拭去因目睭拢肿的目屎，无阁有死实，嘛无阁有哀伤、嚎叫、痛疼，因为前的代志已经过去。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：看，我将万物拢换新。伊阁讲：着写起来，因为这个话真实可靠。伊阁甲我讲：完成啦！我是阿尼法甲阿米加，是开始甲结束。喙焦的人，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。得胜的人为承接者的，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囝儿。